各位议员以及顾问主席，甲咱各位组长，以及咱各位青年代表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老师早安。时间呢非常的紧啦吼，已经过新的一年，今年叫做马年啦吼。虽然咱元宵会叫做小过年，而且呢经过几来日啦吼，嘛是甲咱拜一个猛年啦吼，祝咱的新的一年马年呢马上成功，马上有钱，马上身体健康，这个咱上重要啦吼，大家咱拢平安，这个阖家圆这个圆满啦吼，所以咱今仔日呢，以这个第二礼拜，会当做伙来咱这个庄严活动，咱老母的殿堂呢，咱这受到佛光的普照，受到众神斗保庇，你咧过年拢有迄条歌嘛吼，众神斗保庇，就是咱有护法神来甲咱护法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咱心中这身佛这身神来甲咱保庇。这上实在就对啦吼，会当来这个课语班呢，来大家做伙同参，做伙研究，以及会当来受过普照，当然首先呢，咱都一定要感恩，就是上天降道的基因，降道的大因啦吼，所以呢。这个过去咱讲道共火体，道劫并共，较实实啦吼。所以上天降道之因，咱老祖师这个宏图大业，要将这个道来普传这个世界，所以咱讲咱的经典内底有讲放诸道，放诸四海而皆准啦吼。道要传遍这个世界四海之内是皆兄弟但是呢，上重要的是道放在咱的心，会阁更加明白，这上重要啦吼。因为放在四海，这叫啥？这叫做外。若放伫咱的心，会阁更加清明、更加明白，迄叫做觉照的功夫啦吼，提倡的功夫。所以咱老祖师的这个宏图大愿，以及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，的这个大德良因，咱老前人的五大牺牲，牺牲的名誉、牺牲财产、牺牲情爱等等，这个五大牺牲，这拢是咱效法的这个对象。当然，咱袂当像伊遐伟大啦，但是咱嘛毋爱看低咱家己，所以这是咱老前人的这个五大牺牲，咱二手大仙，大和仙的这个慈悲，咱周建仁、傅建仁各位这本书的这个甲咱谆教诲，所以咱今日会当来得道，会当来修道，会当来了道。最盼望的就是会当后日会当脱离生死轮回，这是上重要的，敢是安尼？是。一般道行，一般宗教无相像啦，咱下赢啦若车咧闹热3月咧闹热，即摆咱无当较早，互我会记较早拢是一冬
逐当都咧闹热就对啦吼。啊尾来吼，可能上过频繁啦，尾来就我改5当一届对啦，哦。3当啦，吼，3当啦，吼，3当一届啦，吼。所以毋是讲咧闹热唔好啦，吼，但是有当时劳民伤财，迄开偌济钱动用偌济人，哦，但是宗教的目的是啥？要互咱的清净，毋是要互咱闹热，哦，咱的心内会当清净，会当找到咱的清净心，这个是道啊，哦，若闹热，互咱的心会动。我来比如啦，吼，咱今仔日若去游览3工，等下疲劳袂？会啦吼，真正足疲劳的啦。迄3工吼，咱拢听迄落车咧讲上车睡觉，对不对？哦，上车就睡觉了，哦，若下车尿尿，哦，无就等下带你去买药，哦，一定就是安尼啦，哦，去到一个点，头半点钟，迄导游就甲你讲道，你半点钟来集合，哦，上紧1点钟安尼就对啦，都拢伊咧走尔，所以为了变成啥？为了变成无啥爱去行团体，哦，若爱去团体的拢爱唱歌，敢是安尼？去就是要唱歌。哦，当然，唱歌会当疏解咱的这个压力，这嘛好啦，吼。所以呢，人讲啦，游览，后壁咧，哪有身体哪当？敢是安尼？这句啦吼，是对人叫怎样？阮一个表姐叫做沈惠美。阮的标志，迄较早咱咧老人才，迄清修的老人才对啦。哦，因爸爸毋捌字，因爸爸是一个做事人，哦，但是伊的啥，伊囝一个读甲西宁的朴树、上朴树双博士，哦，伊足有地位，伊就讲游览，身体哪游哪，会咧甲听哦。敢若上哪有道理呢？吼，因为若便去游览，倒来安怎爱静养，敢是安尼？伊足喜咧咧啊！伊就互我带过咱前人的工厂，伊咧做人事的拢爱摆迄个冬季旅游，哦，若出去3工倒来吼，拢袂做工课啊，一定第4工拢摆休困，互伊啥？互伊静养，哦，互伊静养，所以。游览，哪有身体啦？因为安怎？因为属动，游属动，动呢算元气，动个算元气，敢是安尼？就像咱人咧讲话，你若食讲话吼，有哪算元气呢？有哪爱食啥？爱食羊散补，敢是安尼？所以你看人讲，迄个久吼，久金喙，伊拢无啥物开喙，伊就是啥？伊就是咧休气。千年好，万年久，久伊休气，所以伊个气无随便动。咱人即支喙若请咧爱讲话吼，来算元气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咧，伊叫做动。若静养，身体哪静哪养。真正咧，你若连感冒咧，医生就讲哦，你回去吼，要多喝水哈。多喝水啦，多喝水唔通白走，爱静养3工，爱静养几趟去上班，安尼，拢会甲咱交代安尼。所以表示讲吼，迄个静呢，就是要互咱互咱恢复元气。但是咱这心静就无相像哦。咱即摆咧讲的，头拄仔讲的是讲咱的身体迄个静态。会培养元气，恢复元气倒来。但是咱这心情就无外口的这个忧愁
入咱的心。所以讲心静求难入，心静愁难入，无忧祸不生。人讲世间有一句话啦吼，讲是非专因啊，得开口，得开口啦，敢是安尼？哦，迄个一句话讲啥物？迄吼，因为是强出头啦吼，我唔记袂起啦吼。何端因为呢强出头，哦，所以就是呢，咱的心无静，咱心无静，就会啥呢？会假好出来，哦，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开这个体育班，就是要啥？互咱恢复咱的心情。咱平常时啊，伫外口咧做无用，殊荣讲赏，大家拢咧拼咱的事业，大家拢咧顾咱的家庭。有当时啊，你要听一个迄个福音啦吼，就是讲道就对啦吼。有当时啊，咱心嘛静袂落来啦吼。咱要当咱要念经的时阵，囡仔会咧吵，当时安尼，所以咧无法度静。所以咱用一个月的一摆的这个时间，互咱大家做伙，大家来聆听这个福音。因为这个今日这个讲师呢，咱是邀请浩德这个郑凯南，郑凯南，这郑凯南呢，就是这个咱较早浩德的一个老领人的公主，伊有两个公主，一个千金，拢非常的优秀，非常的优秀咱。迄个讲师好的讲师拢入去啥？拢入去浩德，所以咧，当然啦，咱就爱加油就对啦吼。毋是咱无度，是因为咱无专，所以伊的这个啥呢？这个课题就是啥？法无顿接，人有离顿啊，离顿。理就是来，顿就是讲较顿，这个是叫做觉醒功夫啦，就亲像啥呢？亲像泰国迄庙时拢早时啊4、5点，就咧讲经啊。所以咱有一句话讲啊，暮鼓晨钟，晨钟暮鼓，所以伊早时啊透早就爱讲经。因为互咱感受足济个，伊拄咱的四义佛堂边仔就庙啊，透早伊就甲你讲空，因为咱拄大家咧当咧讲啊，咧做美梦啊，对不对伊就甲你讲，一切拢是空，一切个拢无去啊啦，迄就是咧表示咱世间的一切事物拢。断渐拢假，所以佛大家来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上重要啥？找到咱的真人，个真人做主，摄身体位，叫做应作如是观。后日回归真的，虽然是无中生有，但是有。后日爱归无，叫做归空，这就是咱今日得道修道的最终的目的，毋是要闹热啦，毋是要当然迄闹热咱是较袂无聊啦但是迄毋是咱的目的，所以嘛是爱叫咱每一个，请咱每一个人会当思想到佛堂互咱的心会当静落来，因为。时间的关系，我到9点啦因为较少我要看过仁德的毋是仁德仁勇啦仁勇佛堂，我要去点到互我讲到这个所在最后呢，祝咱大家身体一定要健康马上加油钱，谢谢各位，大众齐齐。
感谢讲师慈悲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再一次热烈掌声感谢我们讲师慈悲。